喺三鄉嘅中心嚟全新裝修，一日都未住過別墅，就係我身後呢一間啦。呢套建面咧103方嘅，使用面積高達150方嘅，現時咧係改造咗4房3個衛生間嘅。睇下我哋前花園呢個位置咧，業主係打理得非常之靚嘅，種啲花花草草喺度，係咪非常之寫意呢？我都係特別中意嘅喎。經過啲台階咧，入到我哋前花園，呢個前花園空間目前咧係將近40個平方啦。現時係搭翻個涼亭喺度飲茶嘆咖啡，係非常之舒服嘅，係非常多嗰個人士咧喺呢款裝修咧係非常之中意嘅。而且呢個位置咧係唔靠大馬路，非常之安靜嘅。先睇下我入門一樓我哋格局先啦。現時嘅開間咧係將近4米嘅大開間嚟嘅，擺咗大沙發啦，做咗風管機，做咗無紙燈嘅設計嚟嘅。睇下呢個位置咧，做咗我哋嘅餐廳位，8人位嘅大餐台都係冇問題嘅。餐邊櫃咧都可以同時安排上嘅。嗰邊係廚房位置，到時依家喺度收緊尾啦。呢邊咧一樓咧有我哋嘅一樓嘅洗手間空間，3階段嘅。空間咧係非常之實用嘅，呢個咧就係一樓嘅長者房啦。長者跟住住一樓係非常之舒服嘅，現時係擺咗個1.5米大床嘅。呢套單位咧建築面積係103方嘅，佢實用面積咧係高達150方嘅，一係全屋全部打上毛坯裝修嘅，花園咧都有打有地基鋼筋嘅。業主嘅用材用料咧係非常之好嘅，現時咧係配備我哋每間房咧都有空調啦，都有床嘅，簡單收拾下咧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呢度咧同雅嘅老細咧係同一個區嘅，而且佢個治安咧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好嘅，而且又係中心位置喎，而且仲係全新裝修，一日都未住過嘅4房3衛嘅格局。如果想睇樓，記得揾小寶姐。